當美股創緊歷史新高嘅時候啊，你知唔知道美債市場啊正係經歷緊一場危機呢？咁為咗撳低啊升極都停唔到嘅美國長期債息咧，財政部啊就宣布咗一個震驚華爾街嘅舉動，咁就係親自落場啊買翻自己發行嘅長債。咁明明財政部嘅角色就係發債融資啦，而家又突然間落場買翻自己啲債喎。咁到底呢種啊左手發債啊借錢，右手啊又買債護盤嘅操作啦，背後啊隱藏住啲咩危機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Ken。今集啦，我會用我喺銀行研究咗外匯利率10幾年嘅經驗，拆解翻啊財政部點樣運用財技穩定債市，同埋同大家分析一下喺呢場債市危機當中啦，點樣可以避開啲暗症，部署買入翻真係可以保值嘅資產呢？第一部分，我哋先講下財政部啦，點樣高調出擊穩定翻個債市。咁正當美國30年期嘅債息啦升到去20年新高5.33%啫，美國財長貝森特啊就終於忍唔住出手啦，咁就宣布提高啦購買10年至30年期國債金額嘅規模上限啦，嗰個上限咧就由每次20億提升到去40億美元。咁雖然咧呢個國債回購計劃啦，口頭上面就話係要為咗提升國債嘅流動性啦，咁就透過發行一啲新債啦，去買翻一啲冇乜人交易嘅舊債。咁但係顯然而家嘅債市風高浪急啦，咁呢個舉動明顯就係為咗壓低30年期債息而嚟嘅。咁債市交易員呢，就俾財長殺一個措手不及啦。咁所以30年期債息咧一出個消息之後咧，就應聲回落10個基點，但係始終咧都冇辦法啦，回落翻去5.1%啦。咁所以之後又輾轉反彈翻去5.2幾個%。咁而家美國個情況到底係點樣㗎？咁個美國股市咧睇落就係好風光啦，標普指數啊創咗個歷史新高啦。咁美國經濟咧都唔算話真係太弱。咁但係美國個債市就係另外一個光景喎。而家美國30年期嘅債息咧就去到差唔多20年新高，咁啊5.3幾個%。咁對比翻20年前啦，當時美國聯儲局嘅利率其實就有成5%樓上嘅。咁而家聯儲局嘅利率得3.5至3.75%啦。咁即係顯示市場上面對美國可以還到長債嘅信心係越嚟越低迷嘅。咁美國個債市就有一個隨時爆煲嘅風險。咁點解會出現呢個現象呢？咁係因為啦，美國就年年舉債，而家又債台高築啦。睇翻最新嘅數據美國個國債規模已經去到40萬億呢個里程碑啦。咁你話一啲3至5年嘅短債啦，美國政府係絕對有實力可以去還到個債嘅。但係如果你話拉長對30年嘅話啦，真係冇人可以保證到美國政府係可以還到債嘅。咁你睇翻過去10幾年啦，每當美國經濟爆發危機，包括話金融海嘯啦，跟住有個疫情啦，其實都係用錢解決，不停咁樣去發債，又不停去增加個財政支出啦，咁去派錢支持翻個經濟。咁你話未來30年啦，如果再多3至4次呢啲危機發生啦，美國嗰個債務而家已經係天文數字啦，到期時更加係冇可能還到。咁特朗普上台嘅風險就更加大啦。咁除咗佢通過咗嗰個大而美嘅法案，增加個國家開支之外啦，咁佢更加發動貿易戰啦，重塑翻全球嘅國際秩序啊。咁佢上台初期咧，亦都有一啲幕僚倡議佢搞一個海湖莊園協議啦，咁就透過逼使一啲持有大量美債嘅海外國家啦，去置換佢哋手頭上面嘅國債去一啲超長期嘅國債。咁所以你持有美債嘅規模越大，其實你就越驚嘅。咁所以連佢一啲稱兄道弟嘅國家啦，都唔想持有更加多個美債啦。咁而家買入美國國債嘅需求不足啦，所以美國財政部啦就只可以自己都化身成為一個買家啦，落場去買翻自己啲債，撳一撳翻嗰個債息。咁聽落去好抽象喎，究竟財政部係搞緊啲乜嘢呢？咁其實你可以當美國財政部啦係一間上市公司啦，佢一方面咧又會發股票，另外一方面咧佢又透過手頭上面嘅錢去回購翻自己嘅股票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依間公司係大藍籌，年年都賺錢嘅，咁你用將賺翻嚟嘅錢拎嚟去買翻一啲低估值嘅股票註銷啦，咁去回饋翻個股東權益嘅話，咁我覺得呢樣嘢就無可厚非啊。
但係問題係而家美國財政部就已經乾旱啦，佢哋年年都錄得巨額嘅赤字啦。咁而家唔係用賺咗嘅錢嚟回購翻啲長債喎，而係透過你發短債籌咗啲錢翻嚟，再冚翻長債嚟拉低翻長債嘅債息啦。咁就顯然玩弄緊一啲財技啦。長債嗰邊個需求根本都冇任何改善嘅。咁情況就好似一個實力不足嘅買家啦，佢就借咗成億去買一個豪宅喎，但係而家啦，你借嗰個 mortgage 啦，個金額實在太大啦，你還嗰個長債咧，實在好有難度。咁佢就唯有咧透過借入一啲短期嘅個人貸款，或者甚至用信用卡借翻更加多嘅流動性翻嚟，去還翻部分嘅物業貸款啦。咁其實成個財政狀況都冇話改善過喎。如果短期利率突然間飆升啊，甚至啊會令個情況更加惡劣，死得仲快添。咁聽咗幾個比喻啦，好似都唔多正路喎。咁到底財政部親自落場買翻啲債，對壓低個長期債息有冇作用呢？咁喺第二部分啦，我哋就分析下今次呢啲回購行動究竟可唔可以壓低到個債息？咁短期嚟講咧，財政部真係落場買債，咁對壓低個債息喺一時三刻嚟講就有少少作用嘅。咁但係都係解決唔到美國國債需求不足嘅問題啊，因為買債個金額實在太少啦。咁有啲分析咧就話今次財政部啊就係搞緊一啲小型嘅量化寬鬆喎。咁到底係咪呢？咁我就認為啦，佢哋個根本性就係好大分別嘅。咁因為 QE 咧就係聯儲局同埋財政部啊兩邊強強聯手啊，咁所以佢個效果啦就遠比而家財政部做獨腳戲會大好多。咁當時咧 QE 就係透過聯儲局咧去印更加多嘅錢咧，增加個貨幣供應，喺二手市場咧買翻財政部發出嚟嘅國債啦，咁就可以壓低成個債息曲線。咁但係而家咧都係財政部啊自己發一啲短債冚翻啲長債啊，咁成個過程就冇增加個貨幣供應嘅。咁況且你睇翻個規模啦，每次啊話提高咗個購買長債嘅上限由20億去到40億啦，咁但係當時咧做 QE 嘅話講緊話600億700億，咁疫情期間做嗰個無限 QE 咧，嗰個購買債金額甚至可以高達每個月1000億以上嘅。咁所以由財政部咧單獨入市買債去壓翻個債息，而同時間佢又要發債喎，壓低債息個效果咧就非常之有限嘅。咁講到 QE 咁勁啦，未來會唔會重施故技做翻呢個 QE 呢？咁我覺得個可能性就唔係好大嘅，因為你要搞 QE 嘅話就必須出師有名啦。咁08年就有金融海嘯啦，2020年咧就有新冠疫情爆發。咁而家咧就缺乏咗一個國家級嘅危機啦。咁聯儲局咧就好難出師有名，揾一個理由出嚟重啟 QE 嘅。咁而新嘅聯儲局主席沃什啦，一路啊都猛烈批評當年貝南克實施 QE 啊嘛。咁佢當時甚至辭職啦，劈炮唔撈啊，以示自己對 QE 政策嘅不滿。咁而家就輪到沃什揸 fit 啦，咁佢將會極力啦避免重啟 QE 嘅。咁我覺得佢可以做到啦，就只係拖住唔去加息啫。咁海外買債嘅需求啊，可唔可以翻嚟呢？咁而家特朗普咧先啱啱去到任期一半左右啦。咁我諗淨係得話日本啊呢啲忠實國家咧會繼續持有大量嘅美債，況且啊佢想拋售美債都唔係咁容易啦。咁其實佢之前都有需要啦，為咗做外匯干預而去拋售佢手頭上面嘅美債啦，換取翻啲美元流動性啊。但係都好似俾美國政府阻止咗啦。咁啊透過聯手干預支持翻嗰個日元匯價。咁所以結論就係啦，如果你持有太多美債咧，反而會身不由己啊。咁個情況咧就好似你有一啲人質喺美國個手上啦，你就根本冇自主權去點樣處理你手頭上面嘅美債嘅。咁所以央行層面咧，佢哋就唔想持有更加多嘅美債。咁尤其中美關係就唔係話太穩定啦。好幾年之前啊，中國都已經帶頭減持美債。咁今年咧仲爆發埋美伊戰爭添。而家美國搞咗差唔多半年啦，都搞唔掂伊朗一個小國家啦。咁所以呢場戰爭都暴露咗啦，美國嗰個軍事霸權啦，其實都唔係想像中咁強嘅啫。咁所以都令到一啲國家啦對持有美債抱有更加大嘅疑問。咁個結論就係減持美債，買入更加多嘅黃金。咁我哋去到最後一部分啦，就討論下究竟買啲咩資產先至可以喺今次嘅國債危機當中保到值呢？咁
咁顯然咧，而家財政部親自落場買債啊，都仲未平息到成個國債市場啊。咁你話抄底買翻美國長債，顯然就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。咁頭先亦都講到啦，美國財政部單打獨鬥啦，去買債嘅話，其實個效果都非常之有限。咁所以最直接對沖有關嘅國債風險咧，就係學其他央行棄美債買入黃金。咁雖然話美國國債可以提高利息咧，你話20-30年甚至話高達5厘都好啊，但係而家美國長期國債個信用就出現問題嘅。咁雖然美國嘅長期國債咧可以提供高達5厘嘅利率啦，但係而家啦，呢啲以前被視為無風險嘅資產啊，已經變咗一啲有風險嘅資產啦。咁一旦咧美國嘅信貸評級繼續惡化，咁就隨時出現啊，你賺咗個債息，但係喺國債上面要蒙受一個違約嘅風險。咁雖然黃金咧係一個冇收益嘅資產啊，但係而家喺債市風高浪急嘅底下啦，我諗唔少資金為咗對沖翻呢個國債嘅風險，都會選擇持有黃金。咁而黃金供應有限啦，亦都冇一個主權上面嘅風險啊。咁所以買入黃金啦，係對沖翻國債風險同埋對抗美元貶值交易嘅最佳選擇。咁有啲觀眾就會問啦，而家聯儲局啱啱準備加息喎，咁對黃金嚟講會唔會造成好大衝擊啊？咁的確啦，我之前都提到加息會係持有黃金最大嘅敵人，但係而家啦，市場上面對聯儲局加息嘅恐懼啊，叫做已經部分消退啦。咁特別就係話而家國債風高浪急底下啦，聯儲局係咪真係可以咁順利加到息啦？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疑問。而家啦，美國國債啦，似乎就已經日本化，咁孭住一個咁高嘅債務，有成40萬億美金嘅國債水平啦。咁聯儲局其實每次加息嘅話，都會令到美國政府要付上一個天文數字嘅利息支出。咁所以聯儲局咧，就算真係可以加息，其實都冇乜空間㗎啦。而黃金嘅投資者開始消化到加息個因素嘅話啦，我覺得金價仍然可以睇高一線。咁至於外匯方面咧，就繼續減持翻個美金，因為啱啱都提到啦，聯儲局其實已經冇乜空間可以再加息㗎啦。咁所以美元個值博空間咧已經越嚟越少啦。咁再加上咧近日財政部嘅舉動啊，咁就顯示美國財政部會為咗穩定個美國債市咧，不惜犧牲美元嘅強勢。咁所以美國財政部做更加多嘅聯手外匯干預咧，又或者入市買翻自己嘅債，咁就只會令到美元貶值交易變本加厲。咁大家又認為咧，美國財政部親自落場買翻自己啲債，係咪真係可以壓低個債息呢？歡迎留言討論下。咁如果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到你去理解美國財政部而家做緊嘅財技咧，同埋美債收益率嘅前景，我而家誠意邀請大家 like 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